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日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讲到台湾的历史，咱捌互殖民政府统治过，嘛经过威权时期。在这时阵，咱看台湾未来何去何从，也有台湾国家认同，拢是一个大问题。咱看到56当前，都已经有先拜彭明敏教授提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讲到台湾要有独立的这个主权，袂使咧退让。尤其要紧变好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定台湾新的宪法，明治眼光写宣言，民捷在思为台湾。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嘛要甲摄影棚搬去彭教授因兜，做回来看伊的故事。1964年，伫印刷厂等台出厂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改变台独教父彭明敏的一生。走，统统走。1923年，彭明敏出世伫台中大甲，伊的老爸彭清克是庄仔头的医生，真注重囡仔的教育。伊甲兄姐伫细汉时就互送去台北读册。阮爸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啦，所以伊就是讲台北的小学校，大多这小学较好，大家的小学较扫地。阮老母做兴趣点，现在台北的中山北路毋知几条通做成日本厝。阮爸母来来去去，但是我是上尾仔囝。后来彭明敏去日本留学，读册过程一切顺遂，嘛读到人人欣赏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毋过，伫1945年时，伊伫日本那加萨奇拄着空袭，炸断倒手骨，只好返来台湾休养。彭明敏返来到台湾嘛，继续读册。1948年，伊对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刷落来搁去加拿大、美国读硕士，去法国巴黎大学读博士。返来台湾了后，1961年，彭明敏成做台大政治系主任，甚至还佫互派去联合国做中华民国代表团的顾问，真受重视。伊迄阵发生的前几年，伊是10大杰出青年呢，佫互蒋介石点名派做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顾问呢，所以即款迄当时的彭明敏，若是要听国民党的话吼，伊真个有力了。夏聪明先生，虽讲有受看重，毋过1960年代，彭明敏豆豆仔体认到台湾伫国际上愈来愈边缘，加上国内政治嘛无安定，伊甲2个学生夏聪明甲魏丁雕，伫1964年完成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想要救醒台湾人。理论上周延，周延到什么地步？咱今仔日来看，即嘛咱今仔日个目标啊。所以我甲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伊的目标我甲整理出安尼，整理出15字，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制定新宪法。你旧的迄个宪法是代表着全中国的宪法嘛，迄台湾袂合嘛，所以制定新宪法。第二呢，成做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建立新的国家。然后呢，重新加入联合国。你若嫌这15字伤长，甲缩做6字就好。制宪、建国、入联。伫迄个时阵，即款的意见有下时代的远见。咱知影吼，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发表伫1964年。1964年什么时阵？国民党政府还未退出联合国。伊已经看出来，讲但像你即款的，迄个要代表全中国，你已经是一个流氓政权走来伫台湾，你要去代表全中国，迄早晚一定去赶出来。所以彭教授还没两位学生，因就看会出来，讲这早晚能赶出来嘛。与其你去赶出来，倒不如咱今仔日吼改头换面，
因为讲，咱爱制定新的宪法，哦，建立新的国家，以一个新的国家，哦重新加入联合国。因后的宣传单也被副本出去，平民民就互掠去，判8年有期徒刑，一直到1965年才互特赦出狱。毋过伊失去教职，对迄个时阵了后，平民民所有的行动24点钟互政府监视，嘛失去自由。今日真欢喜啦吼，彭教授伫遮，就是真正甲你请教一下。过去你的这个思想吼，捌经过伫日本，也搁有伫法国才会求学。你感觉倒一个时阵吼，开启你的这个吼明智的这个决心呢？虽然讲阮日本教育，但是爱知影日本的高等教育是受影响西洋的思想。所以，因伫教的拢是西洋的思想，毋是日本思想。所以西洋的自由主义、什么主义，拢是在日本的高等学校这个学习的。所以，阮要去外国以前，阮的思想已经是非常西洋化啦。虽然伫咧日本读册，但是这个思想拢是西洋化吼。当时来讲，当然去法国整个法国的气氛，咱才知影民主社会是什么款，迄款体验。但是理论上，阮主要是在日本这个学习这种西洋的各种思想。是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咧日本读册时阵，受到的这个影响拢是西洋化。但是咱嘛知影，伫日本的时阵，你为着吼无要做兵，其实发生有一个故事吼。伫咧Nagasaki的时阵，迄当阵美军当伫咧轰炸吼，但是你嘛受到影响，原子弹一炸落，你的手嘛是受到影响吼。我的手是原子弹以前发生的。虽然原子弹来的时阵，我是伫咧长崎，但是长崎的高外，所以无直接受迄个原子弹的影响。我的手是在迄个1977年。去互美军，我伫坐船的时候，美军扫射，所以我人员是伫遐，原子弹的是伫遐，但是我无直接受原子弹的影响，就去可能这个放射线可能有啦，都到现在都无安怎。其实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去日本进前，也是讲整个的这个家庭教育内底啦吼，嘛看到讲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影响真深啦吼。尤其咱看到这个爸爸过去吼，你嘛是亲目睭看到228事件对恁处理的这个影响啦吼。甲咱还原迄当时的这个情况好无？228事件以前，台湾政府接收2年已经。名声足歹，迄个台湾乱甲差不多都要爆发，迄个程度，所以428事件爆发，毋是偶然的。迄个空气已经转到我这个政府是非常无好的政府，所以大家愤慨。真忍耐，所以228是从这个
空气迄个小的事件、微分的事件，个点火，安尼爆炸起来。我是做看法，迄个空气已经伫遐，迄个政府非常歹甲大家无法度忍受的，政府。是，迄个气氛已经伫遐啦吼，所以这个你亲目睭看到28对整个台湾的影响，嘛影响着讲啊，你真正买手要行政治这条路吼，安怎去？想要为这个咱台湾来做改变啦吼，啊，其实伫咧买手的时阵，伫咧1964年的时阵，你嘛含你的这个学生囡仔吼，咱讲这个两个这个学生做伙来起草着咱头头讲的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头拄我嘛一直咧讲，真正这50外档要60档来吼，57档啊，是到当也是受到你的这个宣言的影响吼，你当初提出来。一中一台，啊，搁反攻大陆，甲讲国民党讲吼，这已经无效去啦吼。到当来看，也是实实在在啦吼。对啦，当时阮认为讲安尼是台湾的下海，所以写这自救宣言，当时是政府将这个物件秘密起来，无马上发表，但是结果嘛是慢慢流出来。当然现在看出来，57年有的是实现啦，总统直选啦，民主化，但是嘛真侪部分。用台湾名义参加联合国啦，这个戒严遐久吼，无马上实现，但是慢慢到实现，现在还未实现了咧。现在迄提出来看，也有效啊。也是够有效的啦吼。其实两个学生囡仔，这个谢聪敏先生甲这个魏丁调先生啦吼，其实迄当时你阁是假影是这个台的这个校长，啊，因两个或者是教官要去印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恁阁经一经吼做这个印刷厂吼，本地想讲中秋这个时阵应该是较无国民党的这个感况，无想讲吼，因这个情报拢收查甲真好势。中国的情报比阮的想吼。非常彻底，比如说餐馆的这个服务生、剃头店的服务生、旅馆的服务生，都有定期的训练。当时嘛有3年下吼，伊拢有定期的训练，司机、家庭车司机啊训练啊。所以比阮在想的，当时阮在想的还较彻底，也较彻底啦吼。但是自迄天开始，真正这个人生搁行去另外一条路啊吼，就是迄当阵真正随要去旅社休困的时阵，吼，这个情报人员都冲入要甲恁掠去啊吼，啊掠去真正是这个落月之灾啦吼，真正13个月。虽然迄当时啦吼，咱看到虽然受到这个落月之灾，但是母亲。对你的影响嘛，伫遮会当看着，伊亲手写即个吼申请书啦吼，要去甲你救人，还佫写即个蒋介石。迄当时你真正感恩妈妈啦吼。我掠去都无法度甲厝诶联络，啊是我朋友，包括我诶学生，点仔参详啊，要讲叫我写。这个悔过书我是无要写，结果讲唯一的办法是讲用母亲的求情的方式，安尼。不过这是不是迄张批这办法出来无一定，因为我了解国际反应真大，所以现在大学校长。法国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美国的大学校长，也是我的朋友的教授，都有写批去向国民政府抗议，
讲不应该发生这种代志。所以呢，一定配有效，但是主要是国际压力，政府挡袂掉，无放袂使。然后，若毋是迄款做吼，做迄款代志，普通拢是枪杀啦。就是讲国际这个声援吼，真正帮助着这个彭教授迄当阵会当吼得到这个特赦啦吼。毋过随着要展开伊逃亡瑞典这生活，咱先做伙来看。1970年，为了脱离政府的监控，伫外国朋友 Burnett 和曼纳卡达大家一起斗相共之下，彭明敏改变面容，走去瑞典甲美国。伫海外虽望受到政府的压迫，毋过彭明敏伫美国做台湾独立联盟主席、亚太民主协会理事长，互看作是台独教父。Now we have the honor to present Lata Nungnam Peng, leade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fellow Taiwanese, President Ford has left this morning for China, and we Taiwanes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holding a meeting in order to speak up on behalf of our 15 million compatriots in our island. 彭明敏伫美国4个走总、4个演讲，伊主张台湾应该由公民投票决定家己的前途，嘛强调台湾自决的重要性。所以伊有几十摆拢去美国的迄个国务院，还是去国会作证。出席作证，英语就好。我感觉伊的英语演讲比台语演讲较好。所以伊伫遐和美国方面的政界吼，有相当的这个知性嘛。所以伊甲台湾的声带出去，甲台湾的声放入去国际社会。另外一方面，伊嘛甲美国的政府积极互动，游说美国的国会推行台湾关系法，互台湾移民去美国的名额增加到2万人。伊嘛2摆到美国的国会，希望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压力，戒毒戒严。我伫美国待20几年，美国人较会晓看大局，袂讲迄小可代志，甲政府真愿意甲政府合作，我看美国人较对于不利的代志嘛，我是愿意接受吼，较有看大局的。这是一般讲起来啦。当然，美国嘛，足多人拢反政府足多，但是全体来讲，是对政府比较的合作。美国的政府嗰是民主正义，政府真重视民意吼，对民意真是替民间在做代志。伫海外，彭明敏不管时拢挂心台湾，拍拼将台湾带向国际社会，替台湾发声。毋过，当时伫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大多数对政治的议题拢无要义，这嘛互彭明敏真切心。爸母也台湾人，阿某伫台湾，对台湾的代志，阮去甲说明民主等，完全无兴趣。大部分拢，把人讲读册咯、趁钱咯。较无热心，这都是互阮上这个不满意的所在。我所讲的就讲，大部分的
拢无关心，我踮美国读册。留伫台湾的某囝对伊雄雄离开，甲他也无法度完全谅解，这嘛是伊一生当中上痛心的所在。我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甲过去台湾人听几啊十年的国民党的宣传，无相像的看法，台湾的将来应该安怎行？所以是利用这个机会，要让台湾人民众理解渴望。明治眼光写宣言，民族在此为台湾继续，咱要来请教着彭教授啦吼。其实咱头拄仔讲到13个月以后，你做的这个政治工作也是咧继续啦吼。但是迄当阵国民政府就是认为讲，哇，这个人继续咧做这款代志，有人讲你就会去用水掠起来。迄当时的情况是安尼吗？当时我了解是因，就是我后壁有什么组织。真大的组织，特别是因惊讲是美国有后壁，我会足惊。一定问讲，恁有什么组织？有美国有关系无？因正美国伫后壁，实在是无。迄是阮3个人的司法意义，想要发出互各界去思考。嘛，毋是讲用这对当引导政府啊，无遐天真。就是讲这个阮毋是讲要踮行路分咧，阮是去查各界，比如讲老师、律师、医生、教育界，甚至军队，拢去查有咩单，要个人教会，互因去思考。我是主要的目的，这毋是传单。是，所以这毋是传单啦吼。但是这个宣言其实嘛是影响，咱头拄嘛讲到影响较大。但是这个国民政府迄时当时就认为讲，可能真正你要继续啊，就是迄当阵你嘛观察真久啦，决心要离开台湾。离开台湾的心情是啥物？当时我虽然是特赦。拢接死上感死，迄起头嘛无想讲要撤出，但是以后我甲国民党的关系无好，伊放我了，讲要叫我创社会，我拢有法度接受啦。我讲为我爱做，就是回去台教册、教书，恢复你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职位啦吼。因是绝对无要互我甲少年人接触，所以拖的中间开始风声，讲我甲国民党拢无要顾听国民党的话，甲伊无地无讲。所以我的性命危险，过去也有咧吼。当时我有一寡
美国的宣教士的朋友开参详，就是讲，那会当离开台湾上好路较卖，才去研究。才发想讲，都爱离开台湾，无那个性命嘛危险吼。但是离开台湾这个工课有影真艰苦啦吼。艰苦，但是当然我培训来往拢检查，我袂当用培训。就会宣教士香港设一个信箱，我的信箱，我的批拢寄去遐。若有人宣教士要来台湾，才摕来，所以花时间。我若要到外口联络写批互宣教士，宣教士若有要去香港，才摕去香港，对香港寄，所以往来的时间足久。足久的，尤其你当阵吼，搁找一个日本的这个好朋友啦吼。要检验伊的这个身份，摕伊的这个护照，要倒去瑞典。这款代志情，当时冒险啦。我想这是成功的比例，我是讲50-53。若了到甲你拍死，国民党顶唔知吼。本地是讲海里这条路嘛会当行，这个坐飞机嘛会使啦吼。要去海路，这阵去日本。以后探听起来讲，迄村的水讲足严的吼，讲迄无法度，所以就要想办法，用这款假护照的办法。是，但是护照是假的，唔是真的啦，是人是假。但是迄当阵吼，为着要变装，你嘛是开真济时间，学晓伪装啊，学晓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变身的这个方式。我是讲流水手啦，去做家务啊啦，去到创啊拢袂看到，以后慢慢进步，看起来，慢慢也会使。是。这日本有一个好朋友，大道联盟的人，伊去找人啦，看有人要做这无。古早吼，阮当时护照的相片，毋是现在这款的，用大的上大的，也印啊，所以一旦用日本人的旅客来台湾，这准备好的印啊吼，伊一摆印啊一摆。所以就我去加迄个因仔。因仔吼，伊搁爱学晓安怎刻啦吼。过两工伊来到台湾，你就开始要去展开到瑞典遮吼，先去到即个香港，但是飞机一坐起，还未坐起进前，就先去互砸落来。当时旅客无先像遐多，一个日本人旅客来，所以护照花一上甲头稳啊贴起。我会上甲嗲去，这现在是无可能。个这个牙印啊，假牙印甲原来也合的牙印。个一个问题是要去倒位啦，要去倒位。日本袂使啦，日本甲台湾拢有邦交的。所以算水电。水电吼。水电是古早就出名的保护政治犯的。我就叫人甲水电政府联络，嘛花足些时间回信来讲会使。你若无证件来甲水电土地上，阮可以保护。是得到再用水电做目标。嘛惊讲，我用了就甲你等你上国民党当你唔知，你嘛无法度。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对日本讲迄个伊几坐飞机要看讲，我若发生问题，伊会当做证人。
我足紧张的都，较早去，较早少去。无啊，我来叫讲，佢转来我讲哇，操嘛操嘛。无人机有代志啦吼，这个机械上的这个问题啦吼。啊，我毋是讲一个因仔看无着。好，你家在这一飞起哩，你的这个政治庇护的路应该是算伫遮去瑞典这条路应该算顺势啦吼。但是你当阵嘛叫，迄当阵要为你辩护的这个外省籍的这个律师啦吼，就讲你真正倒去到这个瑞典啊，你就爱甲这件代志报考蒋介石知影，蒋介石知影迄当阵心情伊的这个态度是啥物？起头，国民党毋知影我已经到瑞典，啊，伫顾我的厝，啊，我瑞典开记者招待会、记者会，国民党也毋知啊。讲伊啊，人爱伫台湾都有报告那样，啊，拢是假报告啦。啊，起头毋敢甲蒋介石讲。哎，是啦，拄段是教授节，是，在大有一个教授节的地会，蒋介石啊来。迄阵也未甲讲啊，写前书亮校长已经知影，啊，但是大家拢也毋敢甲蒋介石讲。啊，毕竟来到地方就要讲平民在哪里？所以伊尾啊嘛是吼，真正人家暗砍真久啦吼。尾啊伊知影的时阵，其实伊本底是要甲你栽培好做台籍的这个政治精英啦吼。做熟悉，伊去到讲地位是，啊，就讲平民在哪里啊？新式了，凊彩甲我今日看到袂当来安怎？啊，以后知影伊足无欢喜，讲我对伊遐尼好，啊，伊也袂，这都毋是个人的问题啦，这是国家大事。所以为着台湾，那个为着蒋介石个人，伊是对我非常好啊。所以你买手来评论伊啦吼，你会感觉用什么话来讲伊？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啊，我见几啊摆，拢会问讲有啥物代志需要帮忙无？我的解释是皇帝啊，皇帝作风，有啥物代志要帮忙无？你若讲有啊，我即摆要开车店200万啊！啊，伊互你吼，啊，你就伊的人啊嘛。是。伊讲，这款皇帝是真高啊。所以咱嘛讲着啦，其实这个。迄当阵真正要甲你栽培，做台籍的这个政治精英啦吼，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思想、你的理想吼、决心吼，真正可是无爱受到安尼这个迫害，离开来台湾。但是迄当阵你嘛有讲着，对厝里的人有较歹势一寡。你是讲对我厝的人？是对厝里的人啦，就是讲咱头拄也嘛讲着，要逃亡瑞典这个。我无法度甲讲，我甲讲，我明仔载要去东海大学。几日也无伫的吼，啊！我是2日前就离开厝，米伫双教授的厝啊，啊，踮遐化妆总社会，所以黄教授甲因的太太先帮忙啊。啊，要去坐飞机嘛是双教授赛车去，当时是松山飞机场。迄阵啊有去厝的厝顶，通看飞机飞，伊看我出去，可是我我看飞机去，我倒来，大家讲拢行起啊，行起啊，拢安尼不过好运啦。伫咧这个逃亡的20外冬这个生活内底，瑞典了后，佮去到美国，你感觉这个瑞典遮可能无法度，甲你这个政治理念凸显起来，所以转到美国。啊，整个这20外冬的这个逃亡生活啦吼，你感觉上盖头艰难的、艰苦的，抑个是啥物？
要离开瑞典，我踮瑞典的知影，迄是福利国家，伊马上一个职务给我，取消给我，博物馆的一个职务给我，瑞典人拢有反对我去美国啦。OK。但是我想起第一。我也未学瑞典语，就搁开始学瑞典语。我美国的大学2年前拢逐年聘书来吼，有这个人情。搁一项台湾人的独立运动的人，拢叫我倒来美国学瑞典，遐尼偏僻吼，无法度就叫我来。美国才有法度领导，所以各种原因吼，我要离开瑞典，足歹势。遐个人拢足反对我去美国，伊叫我怎样安定在瑞典。那安定到瑞典，我甲政治都差不多，台湾的政治都无法度，这连接啊啦。不过，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对着这个彭教授来讲吼，这个政治这条路其实吼一路来行了真弯弯蹺蹺啦吼，但是对这个伊的理念影响着真济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吼，咱先做来看。1991年，彭明敏返来到台湾，结束23冬伫海外流亡的生活。我要倒来时。无想讲特别要做什么货，我会当做的代志有限。我是读政治法律的，过去拢是伫学界，所以我是讲转去，我是在学界做代志，就是教册等等。嘛，伫1995年加入民进党，迄年的3月份，伊嘛宣布要参选总统。各位候选人，各位观众，我是第3号候选人彭明敏。有人讲，咱台湾是一个三贪的岛，就是贪心、贪污、贪婪。咱的国家领导者对家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就是我在第1场的电视辩论会所讲的权力的骄傲啦。长期以来，伊就是希望朝着我就讲，去15日的目标要进行。但是今仔台湾已经民主化嘛，民主化无可能用革命的手段嘛，对，当互你投票，你选择啊，你也无可能革命嘛，所以伊应该就行这个体制内的迄个路线，所以伊感觉讲。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必须透过体制的改变，所以他就加入体制选举。虽然无选调，不过彭明敏继续伫政坛拍拼。选选彭明敏成立建国党、新国家连线，也有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伫2000年时，彭明敏担任总统府主席，伫政界推出伊的理念，坚持台湾主权独立。伊的政治理念一直都无变，一直就是。我拄才讲的，这15日，彭教授伊毋是一款头壳足定的人，伊毋是伊知影讲伫现实环境内底吼，马上要实行迄无啥可能。你必须要伫现实中注意现实的条件、主观客观的条件，所以伊就知影讲伫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安怎去改变。彭明敏长期关心政治，不过学生时期，伊上想要读的是法国文学，伊正介意文学艺术。收集艺术品是伊重要的精神支持，不管去到倒位，拢会早伫身躯边。彭教授的徛家就那亲像是一间小型的美术馆。迄阵世界去真侪国家，所以若去遐若看到迄个国家有特殊的，我若要去就买。我的收藏毋是阮经营。迄款几千万、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毋是迄个物件。我是用我的原种的美术的观点
值的，所以无一定做贵的。但是我讲，我美观所判断。这世人拢咧替台湾走总，一直甲打彭明敏的脚步共款无停。袂当讲理想啦，向民主现代台湾的民主啊真幼稚，未成熟，所以就爱慢慢外国的民主是200年努力出来。所以台湾现在民主有的改变，有的改革，有的进步，但是相反的现象也得出来，无民主的现象也得出来。所以，但是整个来讲，有慢慢进步。彭明敏一直在思考台湾的未来，逐天拢在吸收新的知识，了解国内外的大代志。就亲像伊的宣言目标，伊要讲的自头到尾拢一致。1992年哦，结束流亡海外这人生，返来到台湾哦，苏当时嘛引发着真侪人伫机场欢迎你啦吼。伊当时的情况真正不离啊，这个盛大啦吼。迄阵啊，我无拍算讲有遐侪人来，我脚都无法度踏着地浮起来，你知有客啊浮起来。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大家欢迎遐久无伫20几年无伫的好奇来欢迎。我就当时是立法院的选举得要开始啊，所以这候选人拢开车来。想要甲你作为徛台就对啊啦吼。所以我倒来嘛替真少人徛台。咱嘛知影迄当阵吼，即个你的政治影响力吼，一直非常即个大。一直到1996年，你要代表民进党来做咱讲总统的即个直选参选吼，嘛是真大一件代志。不过苏当时迄当阵的即个对手就是国民党的即个李登辉啊吼，就是咱的即个前总统。过去吼，其实你嘛是甲伊是算同窗啦吼。你甲伊的即个感情，会当用安怎一句话来形容？我甲李登辉是大学时代台湾的大学时代做好朋友。伊特别对台湾的农业政策伊有意见，非常强烈的批评。但是我的感觉是，甲对一般的政治较无遐尼兴趣。伊拢在骂迄农业政策的主管。当然我出代志，伊总统做总统以后，迄中间都无联络嘛。我即马经过20几年转来，伊的地位已经甲古早无相像，古早是同学逐项讲，怎做总统啦，袂当安尼讲吼。伊嘛无想要紧急见我吼，伊实在我转来1、2年，伊嘛无联络。我也无想要去找伊啦，敢若爱做官咧，我嘛无要去想，所以1、2年拢无联络。最后，伊才派人讲叫我去，要请我去因兜。但是就爱在踮遐倒去等，暗时8点的时候，伊才要派车来。就是安尼，軛軛吼，
你已经倒来，啥无爱正大光明甲你做接见安尼啦吼。其实啦吼，咱嘛看到讲，1996年恁咧做竞选的时阵，迄当阵嘛有这个东涌的这个影响啦吼。啊，其实这个国民党买手嘛是看重你啦吼，有真济时间吼，拢要甲你下手的。但是你尾也选择。但是我无可能参加国民党，我过去几十年。就是为着民主在反对国民党，伊若要互我做官，我绝对我一直要求，我一直要来讲有啥物大官要我做，我无兴趣。我过去几十年的奋斗都是要反对国民党的嘛，所以就完全无考虑啦。是。所以，但是咱嘛讲到民进党这个部分啦吼，虽然你迄当阵是代表民进党来做参选，但是迄当阵这个民进党的党中央甲你的这立场是完全无相共的。特中我虽然代表讲是代表民进党，但是民进党拢无支持我，不但无支持后壁，我都扣后卡，迄就是真矛盾的代志。我迄阵认为讲，本来国民党遐尼强钱，较济嘛有，阮哪有赢？我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甲过去台湾人听几啊十年国民党的宣传，无相同的看法，台湾的将来应该安怎行？所以说利用这个机会。咱后一条路行，互国民党以外，咱有一条路行，要互台湾人民众理解、渴望，这是主要目的啦。我嘛知影国民党可以开几啊10亿吼，阮开3亿，阮开3亿，佫开无够吼。所以，这个目的啦，目的是要渴望民众吼。那迄点我认为是有路用啦。是啦吼，咱嘛讲到这个买手台湾这个政治这个发展吼，其实伫2000年出现一个大变化。苏当时迄当阵这个李登辉前总统，佫嘛是家己下手啦吼，讲你着要徛在这个连战啦吼。啊，苏当时你嘛已经吼表态讲要支持阿扁啊，这个选总统啦吼。迄当阵，你的心理啦吼，嘛是一定讲我已经讲出去的话，亲像泼出来的水，袂当阁收回啊。李登辉伊的立场，伊都无行国民党的路，袂使嘛。啊，我的立场，我几十年的立场，我有付代价的立场，我哪会当变更我的立场无可能的代志。虽然无对，我知影袂对，但是要渴望台湾人，渴望台湾人甲过去国民党所讲的话，无相同的话，互因听，这点是有路用啦。是。啊，咱嘛看到讲台湾政党轮替已经第3回啊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迄当阵蔡政府嘛是有甲你邀请要去做总统府的主政，但是你当阵都甲背回讲，吼你无想啦吼。啊，你嘛看讲即阵伊的表现，你有满意啊无？已经连任嘛？当然，总统是真歹做啦，代志几万代志吼，所以。小英也有尽量在做，特别是最近对中共的立场较坚强吼，所以在伊的立场这样做安尼已经是好啊啦。所以这最后一期都毋免考虑其他，尽量去做嘛。啊，其实咱嘛看到讲，民进党内底这个内部啦吼，其实去年这个总统初选的时阵嘛是变甲真粗残。迄当时你是这个较欣赏这个赖清德，这个即阵的这个副总统啦吼。啊，你对于有啥物期待甲评价无？
期待就是讲，我对期待是真大啦。无迄个人真和平，无爱甲人竞争吼，真和平的人，要看伊有偌大的决心上来吼。即马伊做副总统嘛无啥影响力。所以爱看伊的决心，伊将来目标做啥物，甲大讲伊的政策吼，迄要紧啊！伊若拢踮处处，逐个嘛无法度支持吼，这也毋知咧，也毋知咧。是大讲出伊的这个政治理念吼，对。其实过去你的这个好朋友吼，陈其延先生。即阵的后生，陈时中然后嘛是咱讲明日之星然后你安怎个看咧？陈时中，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是陈其延在看因教几啊十年，伊是留日的日本派吼，伊高雄人，我也高雄人吼，真好的朋友。陈时中在讲话嘛，足像因爸爸，所以陈时中我毋捌伊，毋捌见着，但是我认为讲伊做得真好啊，迄真复杂，有人爱骂，有人爱走空骂，但是。我起来，伊在这个处理这个疫病的方面来讲，伊做得真对。这个人你看，真实的人，毋是爱插话点啊讲空话的人。真实的人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台湾政坛吼，真侪即个明日之星，就是吼，永远爱吼对着咱讲彭教授的即个骹步啦吼。过去咱讲50几年前都已经有台湾人民自救安尼即个宣言，但是即阵拢还未豆来完成吼，咱的意志也搁等待真侪政治人物来去做实践吼。最后要请即个彭教授有啥物话要甲吼所有的台湾人讲？要搁行政治这条路人讲啦吼。哇，这真好啦！我第一在人这个民主，还未完全民主，这个民主会一直改革，一直进步才会使啊！对政治家的看法，爱看这个人是不是实。像陈时中这样实在，毋是在讲欢喜的人，也要看人这重要。真重要啦吼！真正非常感谢彭教授啦吼，甲咱讲遮尔啊侪政治的实践。其实过去咱讲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内底已经吼写了差不多7000多字啊吼，逐字拢是真重要，即个意思伫个意涵伫个吼。今日非常感谢彭教授接受阮的访问，感谢。多谢。明治眼光写宣言，免责在此为台湾。看到彭明敏教授为台湾的奉献，伊的自救运动宣言来5望也未达成，期待所有的台湾人，咱都要对付着阵，把这个5望赶紧完成。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手来捧，等待自由的风，吹过。